基督徒常常都想尋求上帝嘅旨意，好希望呢，藉住祈禱，藉住聖經嘅信息，讓我哋知道上帝想我哋喺生命當中要有一個乜嘢嘅決定。但係好多時，當上帝向我哋明確表明佢嘅心意嘅時候，並唔係我哋心裏面所諗嘅，我哋就唔會願意順服。喺人性之中，我哋就係有呢一個嘅悖逆，因為我哋從心裏面其實係渴望上帝成就我哋自己嘅心願。但係當我哋真係喺上帝嘅面前謙卑嘅時候，認定佢先係上帝，佢係我哋嘅主，我哋就要願意順服上帝嘅美善，順服佢嘅旨意，以佢嘅旨意成為我哋生命嘅決定，我哋先至係真正屬於上帝嘅人，先至會睇見上帝嘅作為同埋真理嘅奧秘。約拿書只係有4章嘅篇幅，總共係有48節嘅經文。但我可以話俾你聽，當你淨係睇咗頭3節之後，你就會好想繼續睇落去。呢一個嘅故事喺聖經裏面非常之特別，引人入勝。因為聖經裏面只係出現咗一個嘅約拿。約拿個名本身就係鴿子嘅意思，係象徵住上帝好想約拿好似鴿子一樣飛出去，帶出和平嘅福音，讓人重新與上帝和好。先知約拿喺當時北國以色列嘅世代係一個著名嘅先知，因為佢所講過嘅預言全部都應驗，所以稱呼佢為一個真實嘅先知。喺兒童嘅主日學裏面，更加會中意用約拿呢個故事，因為呢個故事裏面又有人物，又有上帝，又有大魚非常之多嘅畫面，非常之多嘅情節，會成為咗兒童主日學老師一個好好嘅教材，可以滿足晒成個課堂裏邊嘅情節。但係其實先知約拿嘅故事係一個俾成年人睇嘅故事，係一個讓人重新喺信仰上邊可以帶出非常重要嘅反省。我今日會一齊去睇約拿書，一口氣睇晒4章嘅經文，藉住約拿嘅故事，藉住上帝嘅說話，讓我哋重新嘅喺信仰裏面，我哋認清上帝嘅旨意。約拿書第1章。約拿違背耶和華，第1節，我哋一齊讀啦。耶和華的話臨到阿米泰的兒子約拿，說：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。約拿卻起來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，下到約帕，遇見一隻船要往他施去，他就給了船價，上了船，要與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。我哋讀到呢一度。我哋剛才講過，約拿係一個成功嘅先知，佢完全嘅認識上帝，佢心裏面正直正義。但係點解喺呢一度，我哋睇見約拿領受到上帝嘅旨意之後，佢要逃跑呢？佢要離開呢？佢唔願意去尼尼微大城，甚至乎佢要向一個反方向去走，去逃往他施。點解約拿唔肯去尼尼微城傳道呢？主要嘅原因好可能係因為佢愛佢嘅國家。佢深深知道尼尼微就係亞述帝國嘅首都，亞述就係曾經入侵以色列嘅一個仇敵嚟嘅。當上帝差派約拿去嘅時候，佢就知道啦，上帝要拯救嗰個地方。約拿佢心裏面只係希望見到上帝施行審判，毀滅咗亞述帝國，毀滅咗尼尼微城上邊嘅人，咁就已經係好開心，應該係咁樣做，應該係咁樣彰顯上帝嘅公義。但係當上帝願意差派先知去嘅時候，約拿就好清楚明白，上帝係有赦免嘅心腸，上帝係願意憐憫呢個地方，所以約拿唔希望見到嗰度嘅人悔改，得到上帝嘅赦免，所以佢走，佢逃跑，佢唔肯順服上帝嘅命令，唔去尼尼微城傳道，結果佢就跳咗上船，要去他施呢個地方。然後發生咩事呢？第4節我哋一齊讀啦。然而耶和華使海中起大風，海就狂風大作，甚至船幾乎破壞。
水手便懼怕，各人哀求自己的神。他們將船上的貨物拋在海中，為要使船輕些。約拿已下到底艙，躺臥沉睡。船主到他那裏，對他說：你這沉睡的人啊，為何這樣呢？起來，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顧念我們，使我們不致滅亡。船上的人彼此說：來吧，我們掣籤，看看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。於是他們掣籤，掣出約拿來。眾人對他說：請你告訴我們，這災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？你以何事為業？你從哪裏來？你是哪一國？屬哪一族的人？他說：我是希伯來人，我敬畏耶和華，那創造滄海旱地之上的上帝。他們就大大懼怕，對他說：你做的是什麼事呢？他們已經知道他躲避耶和華，因為他告訴了他們。他們問他說：我們當向你怎樣行，使海浪平靜呢？這話是因海浪越發翻騰。他對他們說：你們將我抬起來，拋在海中，海就平靜了。我知道你們遭這大風是因我的緣故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蕩槳，要把船攏岸，卻是不能，因為海浪越發向他們翻騰。他們便求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啊，我們懇求你，不要因這人的性命使我們死亡，不要使流無辜血的罪歸於我們，因為你耶和華是隨自己的意旨行事。他們遂將約拿抬起，拋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華，向耶和華獻祭，並且許願。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了約拿，他在魚腹中3日3夜。我哋讀到呢一度，發生嘅係狂風大作，當時嘅人心裏面懼怕，走到去每一個人嘅身邊，問佢哋究竟發生咩事？你哋有冇得罪你哋嘅神？不如你哋自己去祈禱，去尋求你哋嘅神去拯救。於是佢走到去船艙嘅艙底，見到約拿竟然喺嗰度瞓覺。我哋唔知點解約拿呢可以喺一個風浪裏面瞓覺，好可能呢，佢因為逃避上帝，佢唔想知道發生咩事，因為佢心裏面已經知道發生緊乜嘢事。所以當船上面嘅人嚟到約拿嘅面前，佢哋掣籤掣出呢件事係從約拿而嚟嘅，咁所以呢，佢哋即刻就質問約拿：你究竟係做咩事呢？點解咁樣做呢？甚至乎約拿話咗俾佢哋聽，佢逃避緊耶和華上帝嘅時候，呢班人呢都心裏面知道啦，呢件事原來係出於耶和華上帝。所以喺聖經呢度呢，好有趣，所紀念嘅唔係約拿去祈禱，而係呢一班人向耶和華上帝去祈禱。上帝啊，求你唔好因呢個人嘅性命使到我哋全部人都滅亡，求你拯救我哋，因為你係隨自己意志行事嘅上帝。於是啦，佢就聽到約拿嘅吩咐，將佢抬起掉喺海裏面，然後呢，海嘅狂浪就平息了。嗰啲人睇見呢件事嘅時候，佢哋就大大敬畏耶和華，向耶和華獻祭，並且許願。發生喺呢班船員身上嘅事情，讓我哋睇見人見到上帝嘅作為，知道上帝嘅作為嘅時候，佢哋自然會敬畏上帝，佢哋會向上帝獻祭，並且許願。承認耶和華先至係呢一個好似約拿所講創造滄海旱地之天上嘅上帝。將約拿掉咗落海之後又點樣呢？上帝並冇放棄到佢拯救惡人嘅計劃，佢以一個超自然嘅力量風浪切斷咗約拿佢偷走嘅道路，甚至乎呢，佢再以超自然嘅力量就係一條嘅大魚將約拿吞咗喺魚腹之中，拯救咗約拿嘅侍奉，拯救咗約拿嘅生命。呢度經文講到上帝直接介入咗呢件事情，因為呢一切有上帝嘅旨意喺當中。留待喺魚肚裏面嘅約拿，佢向上帝做咗一個嘅祈禱。約拿書第2章，我哋一齊讀啦。約拿在魚腹中禱告耶和華他的上帝，說：我遭遇患難，求告耶和華，你就應允我；從陰間的深處呼求，你就俯聽我的聲音。你將我投下深淵，就是海的深處，大水環繞我，你的波浪洪濤都漫過我身。我說：我從你眼前雖被驅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聖殿。諸水環繞我，幾乎淹沒我；深淵圍住我，海草纏繞我的頭。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門將我永遠關住。耶和華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。
我心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，我就想念耶和華。我的禱告進入你的聖殿，達到你的面前。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，離棄憐愛他們的主。但我必用感謝的聲音獻祭與你。我所許的願，我必償還。救恩出於耶和華。耶和華吩咐魚，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。我讀到呢一度，約拿喺呢個特殊嘅處境當中，上帝藉住一條魚拯救咗約拿嘅生命。佢喺魚嘅肚裏面做咗一個感恩嘅祈禱。佢冇認錯，但係呢，佢願意順服。佢冇講到呢，佢逃避上帝係唔啱嘅事，但係佢順服上帝要喺佢身上發生嘅事情。約拿嘅禱告呢，係嚟自詩篇嘅經文，咁所以呢，你睇嘅時候呢，就會覺得好熟口熟面。係當你讀嘅時候，你就更加能夠明白上帝點樣喺一個人嘅絕處裏面安穩佢、拯救佢。就算水環繞佢，就算佢喺深淵裏面，就算海草纏繞佢嘅頭，就算佢到山根地極，上帝仍然揾得到佢嘅位置，拯救咗佢。呢一個係佢身處喺絕境當中最好嘅呼求。同樣，當有時我哋心裏面難受，唔知道點樣去禱告尋求上帝嘅時候，詩篇亦都係好好幫助我哋去祈禱嘅一種嘅經文，將我哋內心嘅掙扎，將我哋心裏面嘅不忿，將我哋嘅憂慮，完完全全嘅交託喺主嘅手，藉着詩篇，藉着禱告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上帝嘅拯救必然會發生，會帶你離開呢一個嘅困局，讓你嘅心喺呢個困局當中有安穩。最後，約拿願意信服耶和華上帝。第3章我哋一齊讀啦。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：你起來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。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，往尼尼微去。這尼尼微是極大的城，有3日的路程。約拿進城走了1日，宣告說：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傾覆了。尼尼微人信服上帝，便宣告禁食，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。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寶座，脫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，說：王和大臣有靈，人不可嘗什麼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。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。人要切切求告上帝，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，丟棄手中的強暴。或者上帝轉意後悔，不發烈怒，使我們不致滅亡，也未可知。於是上帝察看他們的行為，見他們離開惡道，他就後悔，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。我讀到呢一度，約拿再次領受從上帝而嚟呢個宣教嘅吩咐，將審判嘅信息喺尼尼微城裏面向人去傳開。但係約拿呢，其實佢都完全冇放低到佢自己嘅。佢冇積極嘅執行上帝要佢完成嘅任務，佢行到去尼尼微城，只係喺百姓面前強調咗審判已經到啦，冇講到佢哋點樣要悔改，冇講到咧佢哋點解要尋求上帝，因為約拿根本心裏面都唔想呢啲仇敵得到拯救，只不過上帝恨惡罪惡，佢希望呢施予恩典喺呢一班嘅人身上。當呢班人聽到審判要臨到嘅時候，佢哋竟然自發嘅興起要悔改。全城嘅居民宣告禁食，表示佢哋願意認罪。佢哋身穿麻衣，表示呢希望放下佢哋嘅榮耀，放下佢哋嘅享樂，喺悲傷痛苦之中，甚至乎佢哋坐在灰中，表示咗佢哋嗰種嘅無助同埋絕望。呢個呢都係以色列人尋求上帝嘅時候，認罪嘅時候所做嘅動作。尼尼微人佢哋以生命，以佢哋嘅行為作出咗重要嘅回應。好可能呢，佢哋就係以以色列人嘅方式去回應上帝嘅憤怒。佢哋知道啦，上帝宣告嘅憤怒，佢嘅審判必定會臨到。所以成個懺悔嘅運動唔係淨係喺民間流傳，甚至乎佢哋嘅王聽見嘅時候，佢都即刻脫下佢嘅朝服，離開佢嘅寶座，一心嘅尋求上帝。最後，上帝睇到佢哋悔改，於是就收翻佢所要預備嘅災禍。尼尼微所有嘅人民就係咁樣脫離咗上帝嘅審判，得到拯救。
約拿書顯明咗一個貫穿新舊約聖經裏面一個好重要嘅真理，就係上帝嘅公義審判必定會臨到，但係同時之間呢，上帝存留住慈愛同埋恩典。人只要認罪悔改，並且從今以後要過合乎真道嘅生活嘅時候，外邦人都可以能夠得救。上帝嘅救恩唔係淨係限於以色列人，唔係淨係關乎於人嘅血統同埋佢嘅出生所在地，而係當人願意悔改嘅時候，上帝嘅恩典、上帝嘅拯救就會臨到。呢一個係一個普世嘅救恩。如果呢一個係兒童主日學嘅故事嘅話，成個約拿書去到第3章呢，就已經係圓滿結束啦。人犯罪軟弱當上帝派先知嚟同你講嘅時候，你聽到願意悔改，得到拯救，故事圓滿嘅完成。但係約拿書嘅第4章好多時都喺兒童主日學裏面係被忽略嘅，因為好難向兒童去解釋究竟第4章發生緊嘅事情。但係約拿書嘅第4章呢，反而更加係暴露人嘅真實嘅性情，以及上帝嘅心意，係對於基督徒嚟講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信息。先知約拿佢睇見成個尼尼微城嘅人因為咁樣嘅緣故，佢哋本身係仇敵嘅關係，竟然得到上帝嘅拯救，佢心裏面非常之不忿。佢甚至乎呢，佢一早知道上帝有憐憫嘅，所以佢先至走要去他施呢個地方。喺尼尼微人得救嘅過程裏面，嗰班人又冇認罪，又冇以上帝為獨一嘅主，但係點解上帝嘅拯救要臨到佢呢？約拿心裏面非常之憤怒，於是上帝走近約拿。約拿書第4章第1節，我哋一齊讀啦。這是約拿大大不悅，且甚發怒，就禱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啊，我在本國的時候，豈不是這樣說嗎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憐憫的上帝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，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。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。耶和華啊，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為我死了比活着還好。耶和華說：你這樣憤怒合乎你嗎？於是約拿出城，坐在城的東邊，在那裏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蔭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耶和華上帝安排一棵蓖麻，使其發生高過約拿，影兒遮蓋他的頭，救他脫離苦楚。約拿因這棵蓖麻大大喜樂。次日黎明，上帝卻安排了一條蟲子咬這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頭出來的時候，上帝安排炎熱的東風，日頭暴曬約拿的頭，使他發昏。他就為自己求死，說：我死了比活着還好。上帝對約拿說：你因這棵蓖麻發怒合乎你嗎？他說：我發怒以至於死都合乎你。耶和華說：這蓖麻不是你栽種的，也不是你培養的，一夜發生，一夜乾死，你尚且愛惜，何況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萬多人，並有許多牲畜，我豈能不愛惜呢？我讀到呢一度，上帝使用咗一棵嘅蓖麻做一個實物嘅教材，向約拿去指出，如果約拿為咗失去一棵樹，一棵唔係佢親手栽種嘅植物而難過而憤怒，都合理嘅話，咁上帝為尼尼微城12萬個唔能夠分左右手嘅人，為好多牲畜嘅生命，上帝顯出佢嘅憐憫同關懷，其實更加合情合理，因為佢哋都係上帝手所做嘅。上帝嘅回答係要讓約拿重新嘅用一個造物主嘅角度，係上帝嘅角度去睇尼尼微城裏面嘅人，佢裏面嘅人係唔能夠分辨左右手，係一個嘅比喻，係講到佢哋咧唔能夠分辨是非黑白，唔能夠分辨善惡，甚至乎佢哋不斷嘅作惡。但係上帝嘅愛，上帝嘅憐憫仍然喺佢哋當中。上帝就係要約拿跨過呢個種族嘅恩怨情仇，上帝嘅美善就要喺嗰度彰顯。約拿係一個非常之真實、現實，亦都係上帝所重視、重要嘅聖經人物。因為約拿身上發生嘅事情，其實喺耶穌嘅口中亦都同樣提過。耶穌曾經提及先知約拿身上面嘅經歷，佢要顯明上帝嘅憐憫、上帝嘅拯救係要點樣帶嚟生命改變嘅神蹟。
喺馬太福音12章38到39節嗰度咁樣講，當時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夫子，我願意你顯個神蹟給我們看。耶穌回答說：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，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耶穌所講嘅說話係人聽到上帝嘅道，聽到上帝審判臨到嘅時候，佢哋點樣藉住上帝嘅恩典能夠回轉，佢哋嘅生命可以被改變，呢一個先係最偉大、最偉大嘅神蹟。所以除咗先知約拿呢一個成個城嘅人悔改，願意喺真道上邊同心嘅歸向上帝，呢一個係最重大嘅神蹟。喺約拿嘅故事裏面，亦都俾我哋帶嚟一啲信仰嘅提醒。上帝嘅心意係乜嘢呢？係愛罪人。上帝願意萬人悔改，願意世界上萬國萬民都歸向佢，唔係淨係要一小撮人得着福音嘅恩典同好處。另一方面啦，就係反映咗我哋嘅人性。人呢會自私嘅，會妒忌嘅，佢只會重視自己所愛嘅。我哋好多時呢亦都一樣，好想呢將福音呢淨係傳俾一啲我哋中意嘅人。你唔會呢見到你嘅仇敵嘅時候，見到個人唔啱嘅時候，你特別去幫助佢、救佢，希望呢能夠挽回佢。我哋好少有一個咁大嘅愛心。甚至乎呢，如果你喺公司做嘢嘅時候，你唔中意嗰個同事，你更加呢心裏面呢唔會願意向佢傳福音，因為你會心裏面好怕。如果我星期一至五已經喺公司要對住佢噶啦，翻到嚟教會我仲要對住佢，星期六日仲要喺教會崇拜團契聚會嘅時候見到佢，心裏面就非常之難受。呢個呢就係人嘅一個人性嘅自私，好似約拿一樣，佢唔願意佢嘅仇敵得救，佢唔願意佢仇敵經歷上帝嘅拯救同恩典。呢個係人性。但係第三方面呢，我哋要睇見上帝嘅大能。上帝係掌管天地萬物，好似約拿所講，佢係創造天地海嘅上帝，佢能夠掌管萬物。上帝藉着風浪，藉着大雨，施行咗佢嘅拯救，一次又一次嘅神蹟，讓人嘅生命改變，讓尼尼微城總共12多萬嘅人能夠一夜之間重新嘅悔改。呢一個係偉大嘅神蹟。而第四方面啦，就係我哋要信服，我哋要接受上帝拯救嘅恩典嘅時候，我哋同樣要信服上帝嘅事情。喺侍奉裏面，我哋經歷上帝嘅作為；喺生命嘅裏面，我哋更加能夠體會上帝嘅旨意。求主幫助我哋，藉着約拿嘅故事，呢一個已經唔再係兒童聖經嘅故事。呢一個反而係讓我哋重新嘅去體會，重新嘅去揭示，面對自己、面對上帝嘅一個重要反省嘅故事。我哋低頭祈禱，天父上帝，我哋恭敬嚟到主你嘅面前。當我哋睇見先知約拿嘅故事，我哋睇見人有人嘅人性，我哋有我哋嘅人性，我哋嘅軟弱，我哋唔願意去順服上帝你嘅旨意，我哋唔願意嗰啲我哋唔中意嘅人得救。但係同時之間，你亦都喺約拿嘅身上彰顯你嘅大能，你嘅主權，讓佢喺痛苦嘅經歷嘅裏面，佢能夠重新嘅體會上帝你嘅恩典，你嘅權柄。天父，就求你幫助我哋，重新嘅喺你嘅面前，我哋學習謙卑。當我哋努力去傳福音，努力喺生命上邊尋求主你旨意嘅時候，我哋就要有同樣嘅謙卑，同樣嘅信服。求你加添我哋力量，喺世上我哋會面對苦難困境，但我哋唔能夠忘記嘅就係你係嗰位創造天地萬物、掌管一切嘅主。求你按你嘅心意施行拯救，幫助我哋脫離我哋人生當中嘅患難。喺患難嘅裏面，我哋仍然能夠安穩，我哋仍然喺等候、痛苦、忍耐嘅時刻裏面，我哋切切嘅尋求主你，求你就垂聽我哋嘅禱告。主，多謝你恩典，我哋咁樣同心嘅祈禱，奉耶穌嘅名，阿門。